今天教大家做的是梅子鸡丁。哦，听到梅子哈，好像很多女生应该都会蛮喜欢这种料理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点酸甜的哈。好，那我们鸡丁的话，我们会用哪一个这个鸡的部位？我们建议是用鸡腿肉，因为鸡腿肉有油脂，有瘦的、肥的都有，它吃起来比较好吃。如果用鸡胸的话，会太干太涩，所以我们尽量用鸡腿肉。好，那鸡腿肉。就是已经去骨了。对，我们已经去骨了。我们去骨切丁以后，我们有加那个面粉、鸡蛋去腌制过。等一下我们炸的时候，鸡肉就不会缩得很小。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大概要腌制多久时间比较容易入味？20-3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大概就是抓半个小时左右哈。老师，那我们一般炸物哈，像今天炸的鸡丁，你切的比较小嘛，那大概油温要多少？会比较适合150到180度就可以了。哦，也不能太高。太高不行，太高下去就焦掉了。哦 ，OK。油温太低也不行，下去就会粘锅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温度也差不多到了。因为我们今天的鸡丁真的还蛮小的，大概1.5到2公分不到哦，哈。对，我们下去有看到有在冒泡泡就可以了。是。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些面糊嘛，所以那个鸡丁本身呢会粘在一起。那老师呢在炸这道料理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要一个一个鸡丁拿下去炸，你不要整坨，然后在那边挖。整坨下去，等下就打不开，就全部粘住了。对，所以还是要有一点耐心，因为我们的鸡丁比较小哦。谢谢。那鸡丁全部下去以后，要稍微翻一下、动一下，不然会粘住。因为我们这个鸡腿肉有厚度哦，所以我们要炸一下，差不多要炸个2分钟左右。好，差不多这样熟了。我们把那个鸡肉把它捞起来。像我们常常为什么觉得外面餐厅的东西好吃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啊，都是用这种油锅去炸出来的。对呀。所以会特别香。好，然后那个火呢，因为他们都是用很大的火。用大火，对。所以那个青菜呢，不到1分钟，它就炒得非常翠绿啊。对啊。不像我们那锅子拉不青菜都已经要黄掉了，那个感觉什么菜还没熟，因为我们的火小。对啊，因为家里的火跟餐厅火不一样啊。是啦。那油热了以后，我们的彩椒，切丁，切块哈，我们放下去先炒一下。那同样，因为椒类呢，它本身有一个保护膜，所以油根本都不需要下多啦，因为它不会吸油，然后又会很滑。那鸡肉我们又炸过了嘛。海椒稍微炒一下半熟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我们的白开水，还有我们的砂糖、盐巴少许，因为加一点点盐巴，然后吃起来才会有那甜的感觉。那这个最重要的梅粉。好，这个梅子粉呢，像我们一般超市都会有啦。国外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到所谓的中药铺里面去买，它也会有梅子粉，甚至它有那种话梅，你就把话梅买回来了，然后把那个肉剁碎了，把肉取下来剁碎，切碎也可以。对，也可以哈。然后滚了以后就可以下我们的鸡丁。哇，这一定很下饭。因为有梅子嘛，哈，然后梅子本身它又可以消胀气哦，非常简单哈。对，只是事前比较麻烦，要切这个鸡腿要去骨，要切丁腌过比较麻烦，其他的后续工作就很方便。对，尤其在切丁的时候，最好是每一片肉呢，虽然很小块，但是每一片肉都带一点皮。对呀。最好是大小都切的差不多。好了，以后我们勾芡。好，让那个芡汁有点粘在那个肉上面就可以了。
好，熄火。好，因为有一点芡汁的话，哈，那个芡汁跟调味料它比较容易扒在那个彩椒上面，不然彩椒吃起来都没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人又特怕彩椒，像我们家就3个人有2个人不吃椒类啦。那如果不吃椒类的话，就可以换那个苹果，苹果一样是红色的。是。小黄瓜绿色的，这也可以。对，甚至节瓜也有黄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节瓜也有黄色的、绿色的，都有。那观众朋友可以试看看，因为很简单，只是呢用了比较特殊的梅粉，对，做出跟一般口味不太一样的这个梅子鸡丁哦。